写客文签名阿爸嘅老父欠，作者李文芬苗栗县客家人，写客系国中铁高先生，也影片系讲客按神器制作，系讲有中医，请多多分享。今年8月辦過節，我帶定40個大夫嚟轉落物料，成年呢一轉到阿公阿婆嘅屋卡，打曬處理定阿公阿婆嘰嘰嘎嘎，講唔愛點，本單點索索嘅堂下，嚴是鬧熱漸漸像夜市一樣呢，去啲順巷看到一隻情景。我心度嘅時事，就轉頭擺，閒些時節。我同3個老妹，還有滿老太，未去窮樣，一日到暗就去老堂下搞到鬧棚，唔過，一下五姊妹做下數太本啊，個個有自家嘅頭路，老家庭，朗朗太平嘅老屋變到冷冷落落。話講，也擺我轉老屋過節，還有一件事情，嘅就係愛同阿爸們看哪。屋卡唔低，還有兩個老虎鉗毛，因為我新屋嘅一片都好愛用到老虎鉗裝東西，我嚴是就想到阿爸一片天錯，還有好正愛。我閒細嘅時節，接背寫起屋背面嘅行內行搞，嘅係阿爸自家用咗呢幾個工期間，佢老長長嘅樹行嘅。幾多一節節，韓國大節就幾多平平長，下後阿爸老也到數節嚟，對電當到2片嘅別項，一堆堆平發嘅家表亞上，嘅就係阿爸神秘又神奇嘅工期間。爸，我屋下嘅片愛用到老虎鉗，屋卡還有2個老虎鉗毛。我問阿爸想講。做得這一機轉去用好些嘅將拿轉來問阿爸，按樣上市要錢再買一機先呢。忙啲阿爸躺下度，天天就走去工期間前過冇一杯茶嘅時間，阿爸對啲度天天呢行出來，數行確定一機無金嘅老虎鉗，一機老虎鉗看起來當火燒豬頭，送煙。前窗係30多年前我當接拿來搞嘅機。一機老家伙嘅還採用阿爸老機保養都好好，用起來還當成法，全唔像老古董。出啲呢樣時，我聽到阿爸細聲講嘅幾句話，險開我查一些木質跌下來。佢講老虎鉗唔拿轉去，唔是為我嚟。我老嚟冇用嚟，退休冇做事，唔會用到佢嚟。我老唔到扎豬血太爺，一下擔頭未做得變下誒。阿爸我係老多嘛冇講，唔過我也家拿貨係一好用，做得天數唔做當多事情。阿爸看得我同老虎鉗變啲那數項。我行檢去難等阿爸，將注意到阿爸龜頭那麼澎湃，面皮未皺皺誒，我心肝頭，面率一下想，阿爸耐久變暗落誒，是從我冇做唔好以後，千久冇看真阿爸嘅樣誒，未當久冇難阿爸嚟。去上頭擺，阿爸係又後生又雜正嘅奶水師傅。寫下佢變到又老又軟弱，我嚴是同阿爸講，爸唔冇懶散講，唔遠久就唔會老啦，啲我心肝度，唔遠久就係後生嘅。唔就像一機老虎鉗窮樣，雖然老誒，唔過還係十分好用，唔愛老老虎鉗窮下同我做伴，天數我面對野生人每一個挑戰。老虎鉗唔單槍係一個裝東西嘅工具，還係我屋卡溫暖煩惱嘅象徵。特別用佢來裝東西嘅時節，我就會感受到阿爸嘅愛，就像阿爸皮佢那邊順，時時不愛面對人生嘅力量。